已經瞓咗幾耐，但我仲喺度不斷咁發住同一個噩夢。喺嗰個我熟悉嘅世界入面，啲人日日都跪拜喺雕像面前，等住進入雕像，等住植入嗰塊芯片。嗰塊芯片係個買賣系統，烙印喺你嘅額頭或者右手。凡冇印記嘅人都得做買賣，但凡係受咗印記嘅，將永遠失去自由。如今，我嘅噩夢終於醒咗。佢哋全部都冇接受芯片，全部都滿懷信心，要忍耐到底。我決定加入佢哋，一齊喺地下水道生活。我告別咗過去，重新開始。關於末世嘅預言，一個個都正在實現。但我已經揾到盼望，我知道呢一切只係過程。我已經慢慢好返，雖然有時過去嘅陰影仲會再嚟。我忍唔住喺度諗，如果我當時冇懸崖勒馬呢？我慶幸我嘅噩夢已經醒咗，但嗰啲仲喺度發緊噩夢嘅人呢？我好似終於聽見我嘅呼召，見過光，就要將光反射出去。